今日一早起身，嗱嗱聲去機場 check in 攞行李牌，入閘離境。上機前食返個靚早餐先。時間啱啱好，上機啦！我哋去邊？就係中國青島。香港去青島大概需要3小時航程，我哋好快就到達青島膠東國際機場。由機場坐地鐵就可以直達市中心。第一站，我哋當然要參觀青島啤酒博物館啦。博物館裏邊除咗可以參觀昔日舊廠房設備之外，亦都係同時睇到現代生產線嘅製作方式。呢度仲可以品嚐到極新鮮嘅原漿啤酒同埋純生啤酒。呢間醉酒小屋係一間可以模擬醉酒之後頭暈嘅體驗區，俾遊客感受一下飲醉酒嘅感覺。其實喺青島嘅大街小巷，你隨時都可以揾到純生啤酒嘅小店。晚上我哋就去咗台東小吃街，揾下有啲乜嘢地道小食。我哋打算用2日半時間遊玩青島呢個城市。The oldest bottle in the world.
下一站我哋坐高鐵由青島去煙台，火車行程大概需要1小時。煙台最著名嘅景點係蓬萊山，呢度係秦始皇、漢武帝求仙藥嘅地方。聽講食咗呢啲仙藥會長生不老。回程返煙台市中心前，我哋先遊玩好有特色嘅金沙灘海濱公園。煙台山市區內嘅景點集合咗商業、文化及歷史3大元素。張裕酒創立於1892年，係中國歷史最悠久、規模最大嘅葡萄酒生產商。博物館展示咗百年企業嘅發展史。下一站，我哋坐火車由煙台去威海。
火車行程大概20分鐘。嚟威海主要係要到劉公島參觀甚具歷史價值嘅北洋海軍基地，認識甲午戰爭歷史嘅始末。射管6具，可发射533鱼雷或沉底水雷。升降座、主机和引火系统。服務員好貼心，先鋪好保暖坐墊，先至俾遊客上吊車。
回程劉公島返去威海時，好幸運能夠睇到黃海嘅黃昏景色。晚上我哋就去西霞街，呢條街係威海市中心唯一一條完整保留100年歷史嘅老街。臨走前當然要飲返杯青島啤酒啦。朝頭早陽光明媚，我哋沿住海岸線由粵海公園行到去威海嘅地標幸福門。今次嘅7日6夜山東之旅嚟到青島、煙台、威海3地之旅到此為止，下一節再會。